跟住呢條例題呢，繼續係示範點樣解方程嘅。首先讀題目，一班學生坐滿了7輛吊車，吊車每輛最多可載6人。這班學生共有多少人？咁第一個步驟又係揾出題目嘅問題啦。問題係問這班學生共有多少人，所以我哋就切，然後間低。這班學生共有多少係唔需要間啦，我哋就俾個未知數佢 A 咁多人啦。所以喺問題紙上面呢，我哋就寫低切這班學生共有 A 人，然後再睇下條題目邊一個係一個結果，然後就放喺右手邊個盤啦。咁一班學生就坐滿咗7輛吊車啦，而最後吊車每輛呢係可以載到6個人嘅。咁所以6呢，我哋就放喺右手邊，左手邊個盤呢，我哋就放未知數啦。咁我哋就再諗下，究竟 A 呢個盤而家係重啲啊，定係輕啲咯？A 係這班學生，即係全部學生係 A，而每輛車就有6人。咁應該 A 呢係全部人呢，就比6呢係重啦，應該係多啦。咁點樣幫手平衡返呢個天平呢？而家左邊已經係重，所以我哋就要用一個小嘅符號啦。咁小嘅符號包括有減啦，同埋除。咁再睇返條題目，每一班學生坐滿咗7輛吊車，而吊車每輛呢，最多可以載6人嘅。每輛吊車全部嘅人數都係可以最多坐6人，咁即係相同平均咁樣分配吊車嘅人數，所以我哋可以用除啦。咁所以我哋將全部嘅學生分去7輛吊車，所以就除7啦。所以呢條題目呢，就可以寫成 A 除以7等於6啦。